嗨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底來收聽邊個好嘅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我等陣我隻 camera 拖出來，咁樣照片。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哇！第一是講新款嘅菜店啊，新款嘅菜店啊，係咩物件呢？我知道我 checklist 我搞曬個 organize 下，即係來講者就係人嘅學點，學點我做 checklist 我冇 feel 呢 stress 啊。特別有 help 啦，我特別有隻 variables 本普及嘛，特別 at least 你會做準備，唔記得準備啊，你 variables 來時你咁本 extra stress 咯。特別貴咩嚇？我看到阿龍那邊紅色嘅咧紅之貴，一電話，一電話喺度啲邊頭整嘅，你個我看到那邊紅貴咩？關公。你 camera 冇起下關啊冇？我看到你海，看到你爸爸蝦呢，唔是爸蝦，看到你喙海呢，看到你阿毛官呢。你 camera 冇起下關啊咩？我被做工，所以我你就看，你 camera 是到底你調到底你 screen 嚟。laptop 會啊。OK， 然後我特別嘅邊呢？這個禮拜咧，我講前款嘅菜店啊，係之類咯，學調咯，阿龍歡迎，แล้วก็道嘅歡迎，大家好。等我 make sure 講話 recording 有 live 有啊，嗬 YouTube 有 live 啊，嗬。我唔知有 live 冇 live，我就是問到講有 live 冇 live。有啊。即 producer 是咪叫我做工嘅 producer？我問啊嘛，個聲都冇好我按 answer，所以我唔知有 live 冇 live。你就去 check 嘛？你就not check 啊？擺住冇，我陣間你去 YouTube 入邊講。YouTube live，我係看到。YouTube live。OK， 當然講新款嘅菜店啊，新款菜店啊是按照可能我定義會講為咗乜對？呢個咪介紹好咧。哦，對。你冇寫過咗。對，跟住個應該掉可能應該掉唔係一隻好咯。冇，我啲橋物件我冇入看。哦，แล้วจู่ๆก็รู้เอาจังรู้เจ้าสิ我有朋友嚟接觸。แล้วก็就是去揾食。毛菇，哎呦，阿龍，我英國店去去揾食嘛。你做咩個？你腦我真係垃圾，你知冇？你冇得個知啊！喂，腦冇垃圾，我個底面有個。我頭先放咗係塞住頭 go straight into his 頭腦入邊嘅，全部會塞垃圾喎。阿個毛菇，歡迎毛菇。Hello。然後個Clubhouse 朋友，Clubhouse 嘅朋友是就即小劍湖啦，小劍湖困了未？我是困嘅，冇，個渣個啦，所以 Clubhouse standard 是渣個啦，個茶比хүн，大家好，茶比хүн ，Hello， 微微娃娃個調，微娃娃困起未？啊！你聽到？我都愛困覺。你話我一定是困覺啦。要啦，心臟病啦。特別係大一條，特別一擺電話放掉，然後個有波金啲係咩係？Hello，即係咩物件咯？冇啊，這個是這個 Daejang Gum 嘅 Korean 嘅是 set 嘅。嘅。係咩嘢？伊是Daejang Gum，你睇Daejang Gum。有道路，Daejang Gum 是22整嘅嘢。是啦，即係小 A 15年整嘅啊。是啊，伊是15年嘅是，打15年是我嘅是韓國嘛？哎呦，冇甲估佢15年係16年啊，我噶。迄種嘅，伊咪是正。迄種嘢，即係 promote Korea food 是第大功勞啊，第大 contribution 係。是咯，只一隻人看咗下出戲。就是迄種戲過後啦，哇！全世界隔了 Korean food，隔得嘣就走出嚟㗎啦。
是哦，有咧蹦出來啊！然後嗰隻人哦，suddenly 咁樣誒走去Korea啦，去行啊！我看人豆把是拔出去，特別講到食咧是去出去係去叫掉嘅咯。哦，嚇，特別面是看人豆把啦，愛看所在係咪樣啊？因為我哋講啊，我去Korea 講呢介紹我講看到隻佢哋 Aero University 啊，我看幾嗱豆魚啊就，我嚇你看幾嗱豆魚啊？我看嗱豆我直接 repeat 啊，看 certain episode 直接 repeat 咗，我唔知做我繼續看出去。胡攞夠啦，我交一禮拜碗你就我咪錄介紹碗嘅，你看就看。我特別放工都咧，就是開來看 repeat 了看 certain episode 直接邊了看，未係咗。我繼續甲伊告訴你啊，普羅。然後我記普羅，特別韓國冇 convenience store 咪使講，so 韓國 convenience 唔用，有 convenience 韓國時間間了時間，然後貴嘅老本事啊！特別好，咱們講下，咱特別講新款嘅七十萬嘛，講 convenience store 唔知點叫我咪，嗰時我唔係話攏食個七十萬嚟咯，咱們就新款嘅七十萬等陣我啱啲主角個比較胖。個有特啲 clubhouse 嘅有嘅朋友阿岑樂沙可能阿岑樂沙是啲 catch up 啊，大家好，後面 catch up， 冇 apple sauce 真係紅都沉皮嚇，唔是，伊 apple 裏邊嘅白是紅色嘅 ，Oh my god，所以伊是最紅色，哦，伊是一個 apple，伊是 heritage apple 了，哦。平常啲店買袂到了嘅。 I 所 see。以煮咧是伊白變 ruby colour 嘅 apple sauce，真正好食，一隻湯伊味淡薄成個 rose 嘅味嘅。哇！水哦水哦，我媽交代我叫我甲你講咁事啊，你教佢醫生，伊講伊就買，伊講伊就買去找咧南面小三個會清。冇零頭走出嚟。哦，伊邊除 chemical，就我就俾便夾過去白白。唔要緊，伊會除。了個有得個石西，歡迎石西。大家好，石西都隻個未等佢死。我未，都乜仔個仔啊？哎呦，我未知喎，我 excited 啊！特別等 Agri 過嚟 review 一下。OK，白鹿隻，等陣白鹿區，我來。OK，呢個就到即係啲上面嗨蟲哦，係咧別使講，歡迎別使講。Hello， 我看你唔知你是做咩。你 introduce 人講吧我 suggest 好路嘛，把它 introduce 我講佢了哈，and then 佢了人是 hello 啊。別，即係把你 start 住你個技術是你個難做。我係 sure 是慢慢塗，可能線嘅了啊，咩老嘅人是真 true fans。你刀片啊？我別來啊！哈 ，OK， 等陣 review。唔使聽嘅哦。S Y bill S at S at 10月11月10號10月11號70塊呢？係咩正嘅？哦，但係貴啊啦！講貴無夠，冇你去食紅一個字嚟講。可能我一禮拜冇地本啊，然後一禮拜掉。啊對，了你70塊，但係是第貴是揸一個字咯，100幾啊？對。100幾，80幾塊，應該我就打個表示㗎，60塊、62塊，肯定係其實。OK。So 我電話最細，我教另外細啊。實對啦，我 refund 都明。I mean refund 我好รู้知道你啦。有啦。我電話最細。Okay, back to 咱 topic。because 咱歹勢啦，咱開人嘅電話，開人嘅電話細，電開嘅股，Twitter 開伊真係別個 service charge 嘅陣，係譬如 midnight 米個 ring 啊，佢 midnight 米個 ring 啊，10個巴士啊，我嘅請校長嚟我做嘅你 building，咁明啲啊，我做你 building 出嚟做咩做？
好掉嘴咧，就係啦，個 conversion 嚟嘅所以一做 Ikat itemized kata billing 嘛，OK， preferred currency 啊。依家搞得順啊！哎，我等我想看，滴 sorry 啊，咱大會講咩 topic 啊？沙達嘛？啊，對，猜點猜嘛？嘛，先關嚟嘛。先看猜點嘛？OK，我咪講，我對佢本來一道係我啦，只叮當本是有啊啦，我冇注意看，當一隻係你成個 7-Eleven 那個字啷叫咩 ？Best 啊，咪 Best 唔是 Best。Happy Mart 嚇 Happy Mart 個咩個啊？個咩票個 Happy Tooth Happy Tooth Family Tooth Sad Tooth และ Tooth Tooth Mart 係咪 Tooth Family 啊 See you Tooth See you Tooth Family 係咪啊？個 K Tooth Mart See you Tooth 是話第時你韓國嚟嘅咯。哦，我捌去過。佢食伊像 soft serve 是 banana 見招嘅味素嚇。我唔知是韓國嘅。韓國詩經嘅就係你兩講嘅，特講嘅韓國就係個面咧。actually 韓國是講到詩經嘅，特別是到韓國嚟哦。韓國嚟 CU 是其中一經嘅。你拍架係就係韓國嚟開架，哇！或者世界啊。但係一開自己一 KO 唔知 KO 嗰時變成個未記啊。新聞有出咗就開一間，講啲冇啲識開頭一間嘅，係唔係啊？我當時覺得冰白白咧，講嚇總是揾得大數嘅，講別嘅老本事啊！我講我冇看過 Korea 嘅 convenience store is Korea theme 啦。你講你邊會唔記得特別咧？你講未떡볶이咯，係咯，未拉冷機，這邊看到唔記得咯。떡볶이啊 ，Korean fried chicken。哦，Korean fried chicken啊，咁樣嘅咧是 frozen 啊，又嚟做燒嚟食呢，嚟出嚟，你唔是對。哦，特別我冇食過，我冇去過，我經濟時我去短期時我去叫咩啊？Q 啊，Q 1 and 2嘅，啷在 Q，到底 Queens Bay 入邊嘅，依個就 Q 1 and Q 2嘅嘛。然後我去入邊食是我 after 食了時我去食伊嘅啲金蕉 ice cream，是金蕉嚇。哦，金蕉 ice cream。嚇。Interesting。我食冇。OK 啊，是金蕉啊，未記啊，因內 flavor 成個是金蕉就。我冇未記啊。Oh my god! Oh shit! What crashed my OBS? I knew it. Fuck. Reopen. Yeah. 等我看叫啲 rescue. Start virtual camera. Start streaming. 我看叫到啲。Live stream. 叫到啲啊。Tapi dia YouTube 佢 still alive 啦。你需要啲烹掉個，特別我唔知要 continue 到對哦。特別 live 物件哦，要看到，啷會看到物件哦？是看下啲邊樣咯，冇咯。Live 是看了路，特別看下你所以你看到我講話啦，OK。我看到你講話冇咯。OK，then OK，當然看到，第一係我喺調 Windows 嗰時係 crash 嘅 app，特別我個未我 OCD 我個未一啲看到一轉咧藤啊，一啲 Windows 可以看到咧，淡薄物件我個未得閒。以後我個未調啊，你知我調 crash 嗰陣 stuck 嘅，已經 live dangerously ，OK 啊冇啊，好菜。我係笑呢嘛 ，OK，then OK convenience store， 你講 C嘟是 CU 一大個愛有個百間都唔俾啦，你是 under my news 嘅。My news 係咩嚟？哦 ，My news，依是 My news 俾 Korea license 啦。對，伊係嘅分銷過來嘅。哦，咁就自己都幾個老本事啫。對，幾個老本事。你講詩經呢？冇，我是講詩經都講咧。詩經convenience store 呢啊，
特別規個落本是即四間嘅。哦，你是講有四間嘅票頭嘅，哦，四張。我想你講係你四嘟是 CU 是，讓我嗰邊有四間店嘅。冇啦，冇，我意思是講全。係你講話意思四張嘅名係咩？有一個其中一個唔是個人嘅咯，佢哋是第出名嘅咯，第出名嘅 number one 嘅。啲韓國票嘅，就伊啦，唔是個人嘅，set 嘟伊拉嘟，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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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七號，set 嘟。你朋友第二是 CEO 咯，特別 CEO 本唔是講第這一種嘅就 CEO 本唔是講第這經嘅一種啊，特別伊樣爬咧海外嘅市場，爬那個好咯，所以用成走住幾多，然後正大咧是GS 20個，佢哋是正這經，嗰時我佢記得本快啲。咧10部一間嘅，然後另外一間叫做 mini stop。mini 咩 ？mini stop 停落嚟。mini stop。我叫你。因為特你有個技術領幫嘅時候 ，mini stop 咧，可能特別食樣係 Belgian chocolate 嘅。Belgian chocolate ice cream 啊，我試過，你講你啲個咧別隻別條嘅，你其他所在，誒呢個是真正辦幾種，像是講一顆米記面都有一張你乾嘅呀，是真正好食嘅，一係很時練出嚟嘅，因為我哋先啲搞得幾平嚇，很時看出嚟，真正好食嘅。แล้ว個白嚟咧，個白嚟票咧，個咧就係啲四段咯，四嚟大白咯，OK，差唔多我經驗面水啦，正大嘅 chain 嘅 franchise 係四間，係咪乜個講？唔是咩？特別伊媽唔是就是咁正嘅。伊媽是就是咁正。伊媽就是，伊媽唔是就是咁正嘅。伊媽就是嘛是冇就是咁正嘅。我冇看過就是咁正 ，maybe 我 miss 掉啦。伊媽就是唔是就是咁正嘅，但是我冇錯嘅話啦。伊媽就是特別唔是就是咁正。伊名是叫做伊媽24啦。我會記。係啦，有一間叫做伊媽 everyday 就，而家伊媽我就係講嘅就。冇上店。E-Mart actually 是 hypermarket 嚟嘅，依叫做 E-Mart 係 hypermarket 嚟。例如 E-Mart 24，個 E-Mart everyday，就特別 E-Mart everyday，好似頭先佢。E-Mart some days，E-Mart some days，美國24冇就是咁正啦。E-Mart everyday 啊，我見你面嘅，我 E-Mart everyday 啊，我冇攰嘅啫。E-Mart 係24 minutes 啊，唔係24 hours。E-Mart everyday。Every month someday 咧，somedays 我阿龍啊，你使去你看你 frame 你去你頭中，我 help 我俾 reset 喂，你啊同埋你去中 as 中 as possible， แล้ว我對會選as 中 as 英國中嘅。Okay, alright, okay， 我先 set 好先。安怎我安尼，我哋聽到落雨聲啊！嚇，我就知你落雨啦。哦，落雨聲，你幫咪啦？不要緊，你我放掉咯，伊是 white noise 啊，我就是講 white noise。แล้ว個等下我會去看特別拍生，咱人嘅全世界正 7-11，那是講無錯啦，我去過啦 7-11，有好料嘅是。有家己嘅物件，啊，咧個正好料嘅是日本咯，日本嘅 7-11 是正濟，樣家己嘅物件。有嘢是發展 7-11 發展係真用。哦。第二咧是台灣咯，第三咧是泰國。嚇。有嘢嘅 7-11有家己正好料嘅物件。呢邊嘅 7-11，呢邊嘅 7-11賣物件嘅 CU 嘅 GS25嗰啲上物件嘅咋，冇咩特別嘅。我諗我是冇美國冇是特別。哦，是咯。特別有影日本有家己干呀 7-11 only 7-11嘅物件。我係記定到嘅時啊，買迄個 AirPods 上面 iPod 嘅時啊 ，iPod Shuffle 到啲 7-11 度買落去哦，到日本嘅位。你就要去日本嘅7會記哦，裝會記。有 iPod Shuffle 係啊。是張嘅。是我會記，了阿龍看我隻阿龍 ，Hello 隻巴貝，我隻你
check 你 position 嘅，OK， แล้วก็有個OK， so 我再講上地本正出名 convenience store 是不是？有樣就是樣 7-Eleven 咯，人冇見食烘，去上地都去 7-Eleven 嘅。哦，我唔係樣嗰啲 sandwich 啦，chocolate 你冇看到，你冇看到你話 post 咩？你你 post 我睇你辦到只 post。哦，你去邊講嘅事？迄個cross， 冇我買對來伊迄個 frozen 嘅 croissant 啊，sandwich 啦，迄個burger 啦。你到啲 7-Eleven 嘅票呀？你對，講下，人講下票，7-Eleven 買。哦，你講下，佢小金出名是 toast， 一 toast。一套上面，啲 toast 食好料啦，入邊有 cheese 啦，有 cheese 啦，有係 ham 啦，ham 哈，伊唔是很時你買啊，很時熱後路嘅咩？很時去燒後路嘅嘛，多少路嘅？對，แล้วว่าชูโบเลยเลย toast อะไร toast maker มาแบบกินถ้าว่าอยากให้microwave with 你冇係你 hot air balloon 先你叫咩？air fryer， air balloon， air fryer， 呢個就關於邊嘅笑，真得習慣啦。我唔知咩事，我未講嘅喎，我特別講，我未講 air fryer，我就是講 hot air 就係喎。1 2 3，大家位朋友佢哋 unisex 講 bisexual， 我唔知佢人講我直接上未傾，我直接講 hot air， 都唔 Amelia 話 ，Amelia 定啲時我去 KL 時候，我講要叫佢哋要做佢哋，maybe 我唔知係小金會會叫，我要食佢哋叫咩？一條嘅呀，油炸粿，我咪食油炸粿嘛 ，because 伊煮白骨茶嘛。然後我講聽咪咧，佢煮白骨茶要再佢撬嘅啊，唔是買啊。我講一聽到出來做白骨茶，伊做，所以伊撬要再啊煮嘅，所以我咪是你叫我食攞只個只巴咧嗬，阿妹我個食白骨茶啊。Anyway，伊個叫我講叫伊做佢哋叫伊係你 hot air balloon。我哋佢咩？自己 hot air， 幾係咧 hot air。我個 icon 咧本嚟數，所以就是講 hot air balloon 嘅。Then OK 係 air fryer 咧，你部 air fryer 咩即係就使。我冇做 air fryer， 所以我係叫 microwave。actually 係就使啊 ，air fryer 特別都冇煮啦。你 air fryer 係煮就好用嘅喎。你先講下，你煮low carb 嘅物件嗬，你先你咪成 roast 啊物件菜啊，什麼嗬，才轉去我個做包完咗，我就係呢期哦，already pre-made 咧吧呢，然後我被 heat up 喺個烤咖喱嘅那個好食，一個快，10分鐘呢，即係煮個料啊，因為個咖喱，是講你冇食咖喱物件 low carb。特別你攞做係咩物件啊？第好做物件就是煎粿嘅物件，成日講你買油炸粿啊，還是鹹煎餅啊，還是係咩物件嗬？伊度你夾去 hot air fryer。你咧係咧 hot air balloon 咧，一對我直頭講 hot air balloon，不當我就講。阿俊啱隻開頭真呀。你係嗰講 hot balloon 嗬，那 just 100塊美金，100。冇我唔係，冇我 suggest 呢。我講 hot air balloon， 我就係我講咩意思啊？所以咪冇話。佢應嘅你話咩笑啊？你咪真係冇理啊！了 OK， 就你講，所以你買咪對嚟啊？我個買伊杜拜 burger 就杜拜 burger macam嘅咯，有 spicy 嘅啦，有 double burger 啦，แล้ว伊是 frozen 嘅嗬？唔是 frozen， 伊冇 really frozen 啊，it just reheat 一隻半，it reheat。哦，所以伊特別係啲成都嘅，睇下你去買時就係成都嘅啦。係成都嚇，伊等一禮拜啊對。哦。就好似啦，一個就係飯，你就一個咧，用出邊嘅飯啊，比如講有迄個太白燒炒雞白啦、炒肚白啦，呢個夾嫩嘅，呢係飯。哦哇！半暝有時用 restock， restock 是半暝1點嘅，你去嗰邊哇，你去買
就是成日真正 convenience store 啦，伊無成日人這邊嘅，無咪有物件嘅。人係切驚嚇，人係切驚無呢正切驚。咱唔是㗎啦，咱係切驚整賣一隻你簡單 instant 隻嘅物件。Maggi 其他你看到日本嘅台灣嗰個香，台灣是鹹日本有啊，我講，你係買 concert 嘅單門買得到，我講，我有一個朋友伊。就是咱 clubhouse 裏邊把嘅，有去過國際辦幾下島嘅，至多啲個咧，所以伊把到對於台灣，而家是伊被把到3年啊，對處咯，係了，把到個開嘛，樣個冇得，所以伊對起咧，我講啦，因為是講我要叫人講要寄配合我嘅，所以我係使寄佢啲處啦，都寄過嚟好啊，所以睇人面 send 啲嘢上啦，講我會使啊，講我會使啊。我特別我唔知邊麻煩呢啲嘢係麻煩，你講免啊，燒去 7-Eleven 都 A 啦，已經講。哦，所以 7-Eleven 就睇啦，但係我出樓下冇 7-Eleven 啊。哦，呢個就是幾個多時候美國叫做 convenient，誒，所以真係 convenient 嘅啲台灣。上班嘅時候，即阿龍阿龍對，譬如講對係咪攞啦。แล้วอมใจอีมือปากพี่หัวบอกกินว่าเกี่ยวกับ 7-Eleven หน่อยอ่ะอ๋อกิน7-Eleven กี่อ่ะอีหลัง7-Eleven 是香港比較 Amazon 的呢哦是啊到就是基本所以當然 Amazon 俾佢哋佢叫咩事我佢未記佢 one of the thing 我講未出嚟咯 hot air balloon 咧佢哋 fresh market 啊是叫 fresh market 啊Whole Foods yes 對是講 Whole Foods 啦對，嗰個就未使講過來啊 Whole Foods 所以你使成日講你使成日寄物件好，嗱使講你無啲啊，你買 Amazon 嘅物件，你使寄去 Whole Foods 誒落個誒，呢個開落個誒，有你去 Whole Foods 落個嘅嘢，然後誒 return 會使。一隻少一個邊年啊！無非無揸數誒，你知道個去件呢 ？Because 伊人嘅商會是叫上去伊個 Whole Foods 是用商會去啊嘛。Because 你使 return product 到啲 Whole Foods 本誒，所以你使因為啲 shipping 為啲 ship 去啊，所以用較方便啊，因為啲上。有冇人地處啦？使去平落個位啦，嗱咪啦，不如。因為 Whole Foods 是 Amazon 嘅 grocery store 啊嘛。Bella 阿本有，特別是 selected 呢，較濟樣做啲 petrol station、shell shops，無就是迄個咩 Star shops 啊，是 Caltex 嘅，即個 brand 嘅伊入邊嘅 shops 啊。誒，啷叫咧？即 Shell 嘅油泵入面店，啷咧叫做 convenience store 本呢？你算咗 convenience store 咩嘛？算 convenience store 本咯。油泵這邊油泵嘅店係叫 Quick Trip 喺度有貴濟啊 ！Quick Trip 伊咪是 Quick Trip 有賣咩嚇？就比賽講 Quick Trip 咪是賣食物件。Condor 係咩 ？Condor and then pretzel 咯，係醬。冇啊，娃娃好似係娃娃。娃娃 Southern 嘅娃娃是。娃娃加 sheet。娃娃 Florida。做 hot food 嘅。誒，特別我講我真係咪數馬來西亞被做喺裏面嘅。伊你切件啊，無賣迄個物件，就是因為人巴沙馬人是阿妹通食安尼濟。人食supper 物件咧濟為食，所以伊要賣物件咪是賣嘛 competition，你咪是賣roti canai 係咪啦？慢慢冇人愛買。是啦，是別家咧食個，我哋 highway 油泵咪有 convenience store， 我哋 highway 油泵。誒，食個嚟，我人嚟厝嘅買啦，我人嚟厝嘅買。美國無是有 convenience store 啦，Walmart 24點鐘嘅。對喎咯。特別Walmart 特別 city 啦，你都去 city， 人kampung無像嘛，人kampung一頭去Walmart條，但係到啲 city 為何你成日伊 building 就係咪是設計一間 convenience store 嘛是較方便咯，對。
人無上啊，人換車啊，人就換車，然後去店啊無上啊，到底使到你city center 嚟講，你一間是細間嘅 convenience store 就較方便。你成日你去 New York City 咪是較濟，你看你 convenience store。誒，我大這邊啦，majority 嘅 convenience store 是兩大 gas pump。哦，對，油泵咪。because 人去泵油嚇，你河路嘅時啊，你petrol tip 啦 ，lottery ticket 啦 ，free 啦，按翻嚟講咯。So guling so and in a 24 hours 嚟講啊 ，usually 個了是我啲就是做喺你 gas pump。我去日本一路嚇呀，做工啊？阿隻行嚇冇啦，做工是隻行，隻行啦。我去日本啊，其實隻行我mid November early December 攞呢塊嘅。先算飛嚟 Korea 就見嘅 ，OK。actually at first I either 是韓國還是日本嘅就係咯，特別韓國即係介貴嘅飛機票嘅。啊，是咯。哦。特別 actually 就是特別韓國旅遊就強嗰種。Korea 原本落嘅就係是咩？真正真係貴個。美金真貴，古早是這邊1000對一塊美金嗰種，當今是40嗰種。哦，我使去哦。我講明唔記，唔是40，是唔是40，是一塊美金當然是1040嗰種，唔是1000嗰種。對。落冰。阿龍，你頭先聽哪 episode 你美股嘅告訴啊嘛？還是我去你厝啊，我大個路。你無險嘅話啦，我是無問題，我就是有所在，我困托卡。我係使去買一個名稱，我困托卡。if 你無險嘅話啦，我是無險嘅，較方便。我係강남較方便。我是無險，我知我第一嚿險嘅物件係咩嘢？Linky jamban嘅咯。Linky 無問題，你食貴啲冇要緊。是jamban特別大。jamban 就大就有一個 temperature 了，袂使講咩，袂使有鼻。但係你成長 X 啦，冇好。你去做工啊，我個長啊。是啊。有嘅jamban韓國袂使掂到落 roll 住去嘅啫。你唔見當今做嚟做字是會使啦，because 人嘅注意壓無人安尼伊會使啦。你話 OK， 你話 OK。office 袂使，我 office 當今個袂使個。哦，我做時所以我 office 裏邊咧，有時係啲什麼堂裏邊就，我第一件事喺裏面見啊，佢講，什麼邊個點講？個人打波就前期嘅咗，所以我唔知期裏邊咧，你看啲什麼堂，伊裏邊做嗰啲白白本嘅就，冇使嚇，你幫曬咗下，你冇學掉你。咦，使樣嘅前期，按照前期咧，樣就前期上嘅，前期上咧，使冇食嘅啊。唔知冇食，特別樣嘅用錢啊自抓咯，我意思是講。哦。樣錢咧，錢個意思冇嘢啊，所以所以覺得啲一地位嘅，所以你看袂到嘅。所以你未見嘅，得你攞未見嘅咯。特別有味嗰啲，特別有味啊嘛。味是冇辦法咯，會找特別冇啲樣常常會你 automatic 嘅你按出嚟啊。哦 ，air freshener。加隻袋咧，但是有一罐物件係有呢種，是你用了貴啊，你特別你冚轉抓味冇去，對，冚咩味去我成個一答我情緒。同你是講 convenience store，但係變咗講jamban，呢邊jamban不是 convenience 係嘛時候？冇，我咪講方便啊！你在台灣人叫便所啊嘛，jamban。對，日本話嚟嘛？嚇？日本話嚟。哦，便所係咩意思？而家是樣嘅 Japanese influence 嚟。哦，我看到啲Clubhouse 嘅 Rosalie 啊，你叫 Rosalie 講話 Hello Rosalie，歡迎 Rosalie。我收過啊。呢啲教我看講。你老別佢咁樣。一啲教你拍確嘅，講saya sudah 28 tahun tak cakap Hokkien. Thank you ada Penang Hokkien boleh belajar balik Hokkien. Yo, 感謝。Hello Rosalie， 歡迎。等陣。我未記話邊 Hello Rosalie， selamat datang， 歡迎，有通講福建話，你不知有講
聽較濟啊是要練習要 practice 嘅時會使起來參話人講 honestly 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我會講咩 OK pencil 當我講嗰個 convenience store 就開始想到成個 pencil 我一直想到 pencil 有人是會使去阿咪講你方便嘅所在嘛啲會使招仔見嗰種哦安怎水啊一般是唔知，就是講 convenience store 裏邊有 convenience toilet 本嚟。哦，你實用嘅邊 toilet 嚟，啲 Korea 是會使嘅。public 啦，咩實自己用啊？有你 7-Eleven 嗰時哦，whatever 啦，唔是緊係 7-Eleven 啦，你試大景啦。有你是有 toilet 頭都用嘅。哦，特別你特別自己間嘅鎖匙嘅。哦，即係本上比咁上。特別較濟免鎖匙嘅，because Korea 都係冇時間鎖匙嘅，所以你看你搞得要寫到嚇，要好似你過嘅。good 好，特別 good 是講呢度訂咧，呢度訂咯，呢度訂啦，所以能使訂掉佢哋，所以呢個就叫訂。冇啦，依時你問別講佢哋是能接起點先，伊冇使過，接起點咩訂嘅嘛，你出來點先免訂嘛？對。啊，所以你bằng啦，佢又都免訂，你接起點咩訂？有人鬧使一個啫，但冇乜自己寫就得。我是妹啦，有人video，你使跟住攞埋 video 碌緊使。冇個 video 嘅機使是比較緊，我是買比別人使，我成日驚呢個就係緊，係講抄比嚟講。攞當時 video 嘅機使，你會計 video。哦，數嘅個骨都冇。我計 video，但係嘅機使會打你嗰種。你知道嗰個 let's take a deep breath。Oh my god！去年我着到 COVID 嘅時，我去年我着到 COVID 嘅時，我冇鼻掃，了鼻掃到對嘅時啊，會食半隻後面會鼻掉後面，特別啊，幫曬未鼻掉，出一個未鼻掉曬。哎呦，好咯，未鼻掉曬鼻。就搞我去 clinic 嘅時，我去做 clinic，你就知我讀卡吹嘅嘛，我去 prostate clinic 我讀卡吹嘅。我啲做工嘅時候，看我未試，徛啲伊病人嘅面嘅背啦，佢伊啲做面啊，你看，我看伊講，你係咪？แล้ว我等你病人走嘅時，我講，你係咪問題？伊講你冇鼻掉啦，伊冇寫卡吹安尼臭鼻。แล้ว我直直想，有呀，我看到真係隻細啲伊卡吹變過咗，แล้ว我冇鼻掉就佢哦。แล้ว我咁冇注意啊，我未鼻掉晒啊。哦，你都落估個對嚟啊？แล้ว三個月咯，3個月咯，冇對嚟。哦，我頭先鼻掉時有自己嘅晒咯，我鼻掉晒時講，哎呀 shit， 鼻掉了 ，damn it， 冇方便咯，方便嘅鼻掉晒。梗係爽啊！幫佢咯，個鼻。แล้วจะมีการก็วีดีโอได้สิกันปังไซด์วีดีโอเนี่ยbecause 伊個無相嘅嘛，because 伊無相嘅嘛，伊味素是無相嘅物件嚟，咱嘅皮革會揀物件來味嘅啫。有 very specific。and then 就講咱人嘅 memory 啦，講嘅物件、聽嘅物件、食嘅物件，其實啦味素嘅 memory 是第一長嘅啫。哦，第一長嘅，你是之前味嘅味素，要你記到死字，你個會記過嘅。Long-term memory is in the temporal lobe。邊啊個你會鼻誒你會腦會 process 你會鼻誒。邊啊olfactory center 個 long-term memory 是邊啊。哦，所以我知。鼻素是。未怪啦，你若是鼻著一項一個鼻，你真正你細漢嘅時，真正久無鼻著啦，細漢時你鼻著啊一下呢。你對起下嚟點先咧？你 flashback 啦，都對起咧。transport 都對起。transport 都對起。哦，味素是第一長嘅咯。咱夠好聊嗬，咱即係 convenience store 咪講嘅味素，然後咱就 convenience 係，咱咪講 convenience store 啦，是咱講學嘅話到底別人嚟講都咪叫咩？我是叫做便利店啦，because我就是用電腦便佢都將我睇到人車。哦，我唔知喎，便利店上面便利咯，便利就叫方便咯。便利啊，便利啦，利係咪利啊？便方便便啊？利用嘅利。哦，便利。利用就是你在用咯，所以是方便，好你會直接嘅用到嘅店咪。所以但是講咱講菜店嘛，唔對呢。
菜店唔對啊。特別 actually 菜店媽也唔對是，你就是說，就是有菜店媽這個字，菜店媽這個字咧是台灣冇用嘅，就中國本冇用嘅，是佢哋邊兩個人用嘅。所以你去我唔知南馬人有用冇啦，我唔知啦。古早是有賣菜，所以叫做菜店媽就。哦。當今就冇賣菜咧嘛，咱人哋上次驚人別的阿基人，當佢咧打料咗。古早是有賣菜嘅，啲邊兩嘅歷史裏邊古早是有賣菜，即係個菜店媽，當今就冇賣菜咧，呢度 already 一 map 都換啦嘛。所以先冇人家咧啦，New York City 冇人家要賣菜嘅。啊，古早即係古早嘅邊咧，渣已經。橄欖豬大粒撐啊咩？雲椒啦。叫餐芡菜，當今是無食少，你講啲物件嘢係嘛？呢度無賣菜咧。我記阮，但係本啱誒菜店我特擺去啦，伊後尾有成都誒，咧成都嗰邊有賣白菜啦，大粒菜啊，即係包菜啦，tomato啦，你看物件到底係咪成都嗰邊？嚇棒光嚇，對咯。當今就無真正賣啲物件咧，當今嘅菜店媽嗰陣時就係賣餅嘅咯，賣餅第一隻咯。當今啊，當今嗰個菜店媽嚇，邊咧有隻間菜店媽嘅，我有去到一道啊，即係正正我有去到。你就驚住呢啲變咗菜店媽嘅味。一咁好味咧嗬。伊淡薄成日你炸掉彈料味所以使你更好驚很照乾呢味啊，因為古嘅茶味所嚇，呢隻味道就種 childhood memory 嚟。但我你講菜店話後，我就想住講新款嘅菜店話後，即項物件老款嘅菜店話有嘅啦，較濟菜店話有嘅是係咪物件？當佢新款無嘅，米羅丁掉落去出頂嘅。哦，係Louis，拖落嚟，冇，唔是，係Louis，係抓字，一跳落嚟，咁就Louis，嚇，對啦，就Louis，這是真有，這就是真正 unique 嘅嗬，這物件，係點啊？對，бан山菇過嚟，我in law嘅骨用啊翻嚟。бан山咧掉去到掉去天嘅，бан山掉去頭頂面啦。你有 cover 啦，有 cover 嘅層бан山啦。佢未可能頭貼你嘛？冇 cover 嘅，掉去啊，未可能頭貼。你都掉去得咯，迪哥啊，什麼？你咪做咩？叫 weight 啊，唔係 the other way 嘅，意思係你上架係你錄在你，布里，正係你 Q 係你。pulley 啊，佢哋嘅要攞柄嘅，你 the other side 咧你掟落嚟，所以 Q 落嚟，我就因為是做咩掉到啲什麼嘛？是講 open air 都掉。耶，出頂位啦。但係是唔是 open air 啦 ？OK， 伊是有 cover 啦，有出頂啦。半山腳啊 ，OK， 半山腳啊，咪是成個菜店嘛？好似半山腳。OK，好啦。我是 imagine 講，安出你扛到啲個口，安出嚟掉你 hot air balloon。hot air balloon 啊，你用 hot air balloon。你係 air fryer 到啲聽。掉大浪。air fryer。OK， 菜店嘛，我講到啲你 combination 講便利店。即我是特別講便利店，所以我特別去便利店。便利店啊！便利店啊！便利店，唔是便利店，便利店，唔是便利，是便利。便利，利用嘅利，利用便利店。便利店，便利店，係咪 unique 咧？揀啲其實experience 嘅經驗對唔對？就係開門，即係開門看到爸爸咁。當得為 condom， 你唔是單聲啊，就絕冇意思。其實有講歡迎光臨。中國上一時你講嚟講嘛？有時候咧滴滴滴滴，那是啊，叮咚那是啊。後調，我俾梅魯，做咩數人講便利店，人冇講方便店。What are the difference？唔是冇 difference， 便利店是話生出嚟本嚟，人哋普通話裏邊咧，華語裏邊是叫做便利店嘛，冇人叫方便店嘅啦。convenience store Mandarin 是便利店啊 ，OK， 我覺得我嘅便利店，感謝。
方便利店，唔是未使，就是即係冇講冇用到，你變咗你自己經嘛，普通話裏邊就你自己經嘛，用便利咯 ，instead of 用方便，唔是講方便店錯，而家冇人即係冇關事講你嘛，冇即係冇人用咯嚇。OK。但係convenient嚟講 literally translate 所以咧叫做方便店嚟哦。不過特別方便店是加錯攞就冇人是講，because 方便是講我。人哋都就做方便顧另外一個意思嘅，就是幫使嗰種。對，誒媽，當晚你講會使去做雜文嘛？我去方便啫，呢是幫使意思嚟，就講你學我去 convenient 啫。哦，所以你用啲方便店都真係奇怪嘅啫。對，所以便利店。但係你講利係咩利啊？嚇，利用嘅利。利用利就咩是講利嘅利啊？利，你成日用嘅利，啊你順順利利嘅利啦，順順利利嘅利。OK， 便利店 OK， 然後OK， 所以咱其實便利店裏面係咪第一教門嘅物件？但係人講你，我是想到我一去到便利店嗰時，叮叮啲你彈嘅聲就係你門開時，還是伊門要靜嘅。你邊頂嘅話咧，嗬，我有上到上面見咯。啲個咧我冇 feel 到嘅，你邊頂冇 feel 到嘅，都只係去便利店咧，就是會講嘅所在。諗住嘛，你淨係知叫就是會講嘅嚇。啱。啲個咧冇人講嘅，because 個咧有靈體嘛，所以只叫東西有可能是抓一塊去到嘅話，但邊頂咧是100%先是零嘅係對。然後我特別是要去買水，你睇到啲出去個口子要幾味是買一罐嘅水，零嘅水啊。特別有物件較貴嘅，就我未去啊。特別錄 air 而家有冇學出水？會興定去食呢啲，會興冚出開定去食，會興著晒定去食，會興著晒定去食，但係特別嘅女淡薄。個女，你冇講佢啊？同我講啊。耶！同我一嚟講成日 report 啫。伊講70幾塊。一講70幾塊呢？70幾塊呢？OK 啊。特別冇，伊定位至百幾，八個十幾嚟嘅。但係你其實講你計用30塊呢啦，時候。OK 啦。冇啦，伊平常時用，伊講平常時60-70塊，แล้ว我用變150就。哦，是啊。double。哦 ，double 啦，double。特別誒，都可以攞你嘛，攞人啊。伊個會 charge microphone 啦，伊 MacBook 啦 ，iPhone 啦 ，AirPod 啦，就到對 iPhone 吹啦，收音機啦，冇收音機啊，吹機邊。抹針啦，charge 個輪啦，吹機邊。有四沙啦。power bank 啦 ，because 有陣時吹機冇有 power bank，特別擼特別需要對power bank 嘅。我屌，我成日是我嘢出去包辦啊，我照人用出鐵頭，人講啊，將呢邊係大粒，你我俾照人用嘅數，我有時就出門嘅。because 加隻國家是，你特別用自己包辦，特別我覺得講 Korea 有一部水嘅一部事啊，你去入面件店啦，你會使知道佢哋電話機有一叫揸上路嘅咋。哦，可以就掉俾揸上路。係啲講都會揸上路咋。哦。ยัง never say no 嘅咋。哦，所以啊，無論一部真好就是這裡，你看到你係特別話係啲人嘅講都會去揸上路。但係個因為間轉啊，你食點餐所在哪電話都係。你如果你自己講都有陣時你看到cheap杯嚟電話係啲邊揸上路咋。誒特別好。有後面下下頂住我去嗰啲咩海底撈嘅時候，海底撈嘛是就冇係只貴嘛，伊較 high end 嘅嘛，所以伊到底有價值嚇，我未記看。我唔知啊，我唔知伊到底。海底撈有嘅，我未記看看伊喎。接頂嘅會冇去海底撈。哦。有嘅，伊有些 service 海底撈，特別海底撈有啲係。就有好多 service。我捌去一道啊！我是就啲是要去厝邊啫，因為我唔捌去過，我聽人講嗰啲嘛。特別我個不講真係有，所以我只係試我冇講話啥物特別啊。伊是講伊 service 好呢，然後是成個個路即刻出現，肯定好啊。我去接飛機一下。伊食嘅物件是 OK 呢，特別伊 service，伊是 ambience 嘅伊 service。以前真係貴，就是 pay for 伊 service。轉攞所以就係
伊家己是請你，人我講聽就好啦。我講聽咗好啊。跳舞啦，魔術啊，我冇佢哋看咪，有啦。係咪看咪？什麼？哦，拖咪，你咪看拉面。我係什麼？我先去嘛，我記定住我去你 Queens Bay。Queens Bay 位嚇，頂到是卡拉 OK 嚟嘛，你 Queens Bay 嘅所在，頂到是卡拉 OK 位了。我去嗰邊只是我係媽加我係 nephew 帶我係媽來，我咁嘅姊，我唔記得參，I think 我 nephew 帶我係媽來，你我媽，你知我媽當然要我幾日到食凍格，我見講公司見咯，with help with support in need 嘛，我幾日凍格，所以直接來呢，好，人確定幾日凍格啊，你樣就慢慢啲慢慢看呢幾日去嘅話，到頂會知哦。介好呢喎，แล้วก็介嘅凍格喺這一介起凍格ทำ咩嘢喎？所以 OK 啦，我是 rasa แล้วอี弟弟成個我這條是弟弟妹話講係你等有病等人嚟，我講下國際嘅等來人我教為知嘅嘛。你講 OK 唔要緊，你就將我成日但冇物件，你知你去驗嘅，後我知你看咯。I mean 物件嘅咧是你平常時嘅基本上嘅去驗物件，特別以前就學細你就教導咯，教教。伊個係碌鬼子嘅呢。嘅鬼子嘅你依豆花，你依隻豆花 jelly 嘅豆花。豆花好食咯。你知我邊個嘅海底撈啊？伊嘅物件較好食嚟就 ，because 我人這邊嘅啊，伊冇豆花喎，伊個係鬼子㗎，唔知咩土豆呢物件咧。呢是 market 啦，無上嗰個收無上 food， 無安尼事件啦。人 Asia 嘅 market 自家食呢物件嘛。等人食嘛。等人食嘛，這邊海底撈，特別伊無豆花嘅概念，係哋鬼子。一個不當嘅 ice cream， 個不當嘅 ice cream。我係買地華希 ice cream 嘅 dessert 先咯。我係買地華希，我係買係我唔知咩數啊。一轉隻，點解買定到正時是阿毛嚟？因為啊，一轉。阿毛係靈魂，伊是阿毛嘅靈魂。伊哈，只是個只，伊只是個只 potato， 只是個只 ice cream 嘅。先攞下面嘅哈，伊哈，伊小，伊成個往去 rasa sayang 嚇，我去食伊往 breakfast 啊，食 breakfast 我係講物件，你這項物件驚啊，個人食有啊，當然食有，可能食有，阿冇食有啊，驚，伊 OK 啦，伊 enjoy 特別，我就講阿咪有 ice cream 啊，我係目睭劍起來，伊講哈 breakfast 冇 ice cream 啊，我講有啊，有 ice cream 咩？有 ice cream，伊有 ice cream，冇正經嘅，你在外馬斯卡咯。แล้ว我去揀嘅 ice cream 哇，伊特冇上 flavor 係嘅แล้ว伊嘅薄當 ice cream 我食面我食到咧，試下別記咩？我妹我做我妹邊個妹？邊個妹？哇！邊個妹？薄 ice cream 薄當嘅咧，好少。我記攞三支。我嘛就落叫我自己，แล้วก็เลยจิหุเลยอ่ะกี่อ้ออ่ะหายมึงกี่อ่ะจิหุแล้วใช่ไหม一日呗 scoop จิหุ啊一碗啦ice cream จิหุ是榴蓮有雞嘅是หุ啊是榴蓮那個榴蓮裏邊有核嘛別記，對 ice cream 裏邊冇核嘛裏邊，你冇核咯，你冇打嘅，冇核。誒，แล้วก็convenience store 便利店南邊個係咪物件？買條係咪物件？檳榔嘅呢？檳榔係咪物件 unique 是檳榔嘅？因為別使落地價呀，補落地價呀。但是講我便利店我特別賣啊，成日講都是係薄加呀加巴德呀。咱應該有安尼物件，特別咱咪冇咯。比如就說，別人食這類物件佢嘅老都有咧。有加呀 jam，有別加呀 jam 啊，特別我就是講啊，一冇做落地啊，咯。我是講做別成嘅，咱別人食物件。做啲咧便利店裏邊借咗食物件，就咱就借就過日時就借咗。哦，都要所在都知，特別有當時你想要去啊，那是個那邊即成日話啦，他是未做呢，人看到啦，
本地人看到講，我有時我準備準備去嗰個切件嘅食，即係落地加油，不要去到落，後面佢誒把你所在，咪把都教完。你就咱就教講要去食咧，我準備去後面咪，乜嚟食去你 convenience store 嘅，特別我那時做個就 high end 啊，都你要備呢，你都要做較特別淡薄，你要做伊個你落地加油有淡薄 special 嘅，所以成日伊做成日參你在迄個日本啊嘅。日本啊，有一種食咧，食金菇內面有紅豆嗰啲咁樣啊，有紅豆嘅嚇，你唔知叫咩名？日本少哦，大牙雞啊，大牙雞嚇，我看到做伊個都盤我棒，我唔知。咁樣人講介好食，我食咗都無半項，做咩事安尼濟人suka食？相關嘅啦，有人講係你萬象粿好食嘛，特別唔是講特人本事家食萬象粿，就你要學日本啊，還是學韓國人食啦，因無講話到萬象粿特別好食，但係一對人嚟講，伊 feeling 無相嘛，因迄個物件是用超脱嘅地方食食嘅物件咗，所以特人食啦，只係 nostalgic 嘅咗，所以所以人講就好食，我本無 feel 特別好食嘅。哦，特別韓國人特人本事家就，我只係是 ice cream 嘅，真 nostalgic 嘅物件嚟嘅。所以我只係是 ice cream，咱做啦，好食。咱做南面遐一個係榴蓮啊，是係加亞南面嘅咯，所以咪是，所以你食靠淡薄特別，成日點解你去加媽嘅頭整，加媽嘅頭整會成？冇我知，阿 John 我知你未行，阿 John 別地巴卡特邊度嚟邊係沙啲呢？誒 ，Rosely 嚟啊 ，Rosely 嚟啊，誒 ，Rosely 嚟啊，嚟朋友。我有接到。啊，講伊愛接，哦 ，hello，咱一啲朋友看到一啲 Rosely 是人淡仔到啲 Facebook 看到啦，伊聽邊啲福建咧，伊有特殊嘅，Q 去啦，含人會有是 moderator Q 去，歡迎我唔知，伊唔知曉未曉？Q 去。Rosely 往等教你我到啲 clubhouse 先，是講我請你起來，啊是你使看到一支手嘅啊，一支手嘅。你使掟你一隻手啊，就是舉手，就是 raise your hand。了我就坐落去係大頂啊。我可以用舉手，把刀嘅曉。raise hand。起手。moderator will pull you up。嚟起來嗬，走時期啊。走時驚就掟唔到。你把碌架惡用。未必掟唔到，就見一大隻龜接嚟到中。肯定可以到啲嚟就對人家照顧啫，先至朋友老師。你有時你就，因為另外一個房間有一個 notification，一病咧，你跳一個房間去啊。哈，對，maybe 動到白嘢走去把你綁。哦 ，maybe 佢冇啊，對，話一曉接到對就對，應該是曉。了你別解。我看一個半湯水，白是半湯水。那嚟，老師過嚟。expert 都同樣。老師嚟啊，老師嗬，咱咪解 join 咱嘅 club 嘛，咱嘅變得學見 podcast 嘅 club 嘅，所以特啲，當我未記看到特啲 clubhouse 為何老師你去對面第關嘅青色嘅一個處，變得學見 podcast 正少變嘅一個青色嘅處，你但係你青色處啊，你使按照 request to join 嘅上面嘅。club， 因為 club 咧，我特只有開辦嘅。join member，join member 嚇，join member 了你 join 咧時，我就approve 咧，你就使接嚟做 member 啊！嚟啊，起手啊！哇，咱新朋友啊，搞真快！你若是特接嚟 clubhouse 聽咧。我不記你學嘅話，就直接搞嘅嗰隻啊，就快。Rosely 歡迎。就 improve 歡迎 Rosely 到底得了位。你哋開麥。嗱 Rosely 特別學隻名喎。唔係海景啦，我係景。佢啊。Hello， 歡迎。Hello， 你到底得了 ？Everybody， 歡迎。我baru到KL。KL。Hello。如果佢 YouTube 嚇，我看 YouTube 時，所以你 YouTube 會使 mute 佢啫。是啊。YouTube 會使撳一下。OK。撳聲嘅啦。冇講就叻啲咯，嗬。OK，然後Rosely 到啲加拉隆坡到加隆坡到 KL。對。你聽邊啲學見到久啊？我出事多檳城。我出事多北海。到啲北海。
未怪啦。你細漢個大漢有講福建話，特別只幾年冇講噶啦。有啊。哦，I see。28年啊。哦，28年。伊跳真好，伊特別有可能是鄧人咧，你是鄧人哦，還是 maybe 是鄧人會教鄧人咧？我是外公。你講是鄧人，外公嗰是麗公。啊，外公。一個 maternal or paternal？你爸是你媽？我係媽邊。外公啦。我係媽。應該是伊媽啦 ，because 伊是馬來人嘅姓嘛，所以應該是媽咯。哦，特別你係外媽咧，外媽本是鄧人啦。我是安怎講啊？我媽這邊，我媽是教英教華南嘛。哦，特別你媽媽本身，你媽媽是鄧人啦，特別教英華南。鄧人。鄧人，所以你是媽媽鄧人，爸爸馬來人啦。參咯。參。特別伊學嘅嘛是，只個邊咧，對，個邊咧嘅想，你真係好啊，你學嘅。你學嘅話是100% in normal accent 嚟。對。好誒，我講我本是笑音嗰時調就調佢哋音，佢哋 glow to stop。你個講幾刀？調。咧，伊家己講話，半講調就講邊個講啊？伊即句話邊個講啊？伊邊個講啊？你老師，你特別想看你來邊啲學嘅，你知啦，你聽過邊啲學嘅嘛？我諗緊咧有畫面嘛。然後你若是講你要想，你家己隻畫面，你是要叫後面咧，你想過啊未？無嚟講，你點想？會使叫咪上拉上面嘅名啦。你來出名有拉三嘅名。我看真直接了。你是到底YouTube 會得聽呀？到底 YouTube 會看起呀？還是你到底別位？我是到 YouTube 會是家己有時，安怎講啊？我真久無講福建話嘛。然後想講愛train我都對我福建話講佢較順嘅嘛。哇！然後我就看到 YouTube 就有這個節目。安怎講？節目就睇到人車。他都睇到人車啊！你佢曉講 Mandarin。是啊。他等人車。我曉講 Mandarin 啊。搞個更搞啊！我是。會使，伊是 pass primary school 了。我同你講啦，我希望我面叫做我希望講有一日啦，有一個節目啦，是episode啦，是講bahasa Melayu 嘅，伊是教人只字 slang 嘅物件，咱人 maybe 當人嘅 community 只少用到嘅物件。啦好，對哦。教人只馬來文博士，對，教人博士，because 我講，有只 Facebook 用嘅字，係咪 like 係咪 post publish。這個格料是有把什麼來 version 的時候，當時冇關係用啊那時候。但是別肯講我，因為我是讀鄧人冊嘛。特別你啲處理嗰啲爸爸媽是講馬來語嘅嘛。講過啦。18歲我就嚟 KL 時家己嚟這邊，做工，然後想這年無拄我爸我媽，我拄到對我爸我媽來講咧是無幾年啦，2-3年啦，兩到幾時。你特別你就是你個 close 嘅時候，咪咧是Malay community，個是 Chinese community。哪裡個咧？你參咪朋友啊？你參咪朋友啦？參半夜啊！你特別是 friend 係嘛？我到檳城嘅時咧，我到北海嘅時咧是鄧人朋友較濟。我了過啦，我嚟 KL 嘅時咧是安怎講啊？是Malay朋友較濟咯。because 北海較濟鄧人 ，KL 較濟。檳城本身就較濟鄧人咯。
趣味不要紧，不要緊。你本看所在本啊，嗱講是拜耶勒巴嗰邊是吉持份啊嘛。哦，拜耶勒巴嗰邊嘅是只隻份啊嘛。我看伊小英都要等人面本啊伊。小英都要等。淡薄，是啊。因為淡薄係。嗱講看只面嚟講是等人面了。啊，講，誒，好咯，伊是 the best of the world。嚇 ，both worlds。both worlds。因我你本誒，我講伊是馬來人，我本會相信，我本會相信本咗，所以伊講伊學嘅話，點先啊？伊是無強嘅，你做伊就是邊樣嘅技術嚟。誒，咱就誒嗰個你攞邊開佢哋 YouTube 本開時候 ，YouTube 嘅時候就俾冚起，แล้วอันนั้น好啦，反正我好多時候，我 before 咧，咱講這個 convenience store 迄個話題講了時，我好多時候笨你係咪好話名？咱個別人垃圾，免笑啦。啊，你知呀？你有呀？我已經有話名了。啊 ，OK， 來。OK， 來。叫我阿里巴巴咯。阿里巴巴，係啦，阿里巴巴，係，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個啊，講嘢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誒，我覺得即係蘑菇啊，你聲咗就大嘢咗。咩事？我冇佢聲咩？冇咁聲咩？你冇咁聲，你聲就大咗，你佢面前嘅聲，你練嘅聲，我覺得聲就覺得咗。誒，แล้ว阿里巴巴我咪是啲坤吧？阿里巴巴聽落歌啊，本來學嘅，到底 YouTube 聽有一年哦。5個月有了，5個月呢？哦，怪新聞。誒，你那是，因為我把路我是變正啦嘛，冇做工啦嘛。哦。我咧多出家線嘛。啊，咧我成講自己看5-6-7-8咯。幾條啊？幾條時間？伊是自己看5-6-7，變咗學人都知哦。變咗學人 marathon。佢哋隻物件啊，就真係要幾個數個。你係看到鬼啊？有，你係看到鬼哦。Because maybe 伊接觸嘅物件較無相 religion 啦。我講鬼嘅個數嘛。我看到嗰是別啦，拉沙是 A 啦。哦，拉沙。你聽過就講，maybe 家己嘅社交裏邊較少聽到，你嘅社交聽到就係。按照款嘅幾個數嘅講啊，或者 aggregate，或者啦，唔知你叫 research 啦，上班，即款嘅物件我是真無安尼相信啦。哦，較少聽。誒，等陣嚇，你講，我會記講有一道啦吼，我嘅厝嘅 CCTV 有翕到一張啦，一個白紗。兼一支卡，係了，唔知佢有地方去，我就亂看。OK， 但是看我唔知啦，我哋愛吹咯，我哋愛吹。OK， 你幾個字？佢幾個字？掉咗佢冇上線。幾個數特幾隻都有嘅嚇，幾個數特幾隻都有嘅。但是我是有暑假聽，但是我冇相信啊。唔是講冇相信，係講有時愛上本未。哦，真係冇邏輯。哦，一直講中，咪相信，即款嘅物件，夠出現掉。特別嗰陣時咪相信你本嚟講嘅即物件，人哋個數是聽爽個數講個數就係講嘅嘛。了，你細，我是暑假女人嘅個數，暑假女人嘅個數真正安怎講啊？會使得真好，真暑假講笑啊！刺激！你再鬥嘅是笑。刺激！喂，乜拍牌吧嘛先？我咪拍牌，你自己拍牌 ，OK？ 我咪拍牌。你拍牌咪先我 OK？ 啊，我咪跟你拍牌 ，please。你唔要先是你自己拍出來。我講到嘅，冇人講到嘢就，我自己走出嚟，自己打自己嘅就。你講係咪你小英啊？你爸爸？嗱，講我隨條迄條小英啦，我係做先好咯。哦，你aggregate會是來aggregate，哦，所以你看你本來學嘅話錄音嘅時啊，我嗰時一個月錄一擺嘛，
季節是幾號啊？龍人講19號對。一個19號，然後你就是去邊啲福建 .com 嘅 website 咧，係邊啲福建 .com 咧，那是個有落音嘅事啊。我有當時我是就你個 post 啊，一到我就你個 post，你使 sign up，你 sign up 你就會領啊。但係你常嚟 Clubhouse 嚟講，係你就得在 Clubhouse 咧。我講往 Clubhouse 拜一拜四啊，有開房咧就。我睇到有開房嘅阿妹，所以你使嚟講上房嘅。冇 recording， but just normal socializing networking 嚟啊。Actually， 那是人被困，就是有 topic， 因為人被困，人開有同人講啊。那是講香港，我被困。因為我被困，是講我已經冇做工了，多出神啊，了困唔落，我困1點鐘2點鐘。Clubhouse 下路啊 ，Clubhouse 下路啊 ，Clubhouse 下路啊。Because 我諗個冇上所在啦。要揾個咧硬模牌啊，啲大啲美國加拿大啊，佢辦嘅點聲都是，嗱我哋先被困嘅點聲，對。所以阿妹愛參馬來西亞點聲，阿妹就去半暝冇參參嘅。歡迎你嚟這邊嚟學嘅。然後嗰個一個物件要教你，你 join club 就是你看到頂面車進厝嚇，你訂咧隻車厝。我看到你 join 下。大家看啫。冇，我看到咧嗰個內人 join 我一個台灣婆加阿min，就是阿min啊。所以你使 request to join， 你 join 了是話使 approve 了，所以เป็น有係咪邊啲學見 under 邊啲學見嘅 podcast 做物件好，對看到你嘅。咁你哋同啲你啊，你看到第一關咧，你看到你手機第一關對面，有邊啲學見 podcast， 看到邊啲學見 October recording 對面。冇係咪物件冇聽咧？一定面咧，較懸就冇。你要看邊啲學見 podcast 咯。你是 Android 啊？是 iPhone？Android。Android 冇上嘅咩？係一定面冇一 club 嘅名啊。邊啲學見 podcast？你看邊啲學見 October recording 嘅定面個喎？啊是 surrounding 啊，有一個定面有一個。一個 Nokia 啲啊，換嘅。係你 leave 呢？唔記，我記好lu you know what？你去邊啲學？maybe already remember 了I think because 你記下你 link， 但係我記下你 link 好你到啲 YouTube 時，你 already click 下邊 join 一下但係是 already remember 啦，搞啊，應該你 already remember 啦。你用佢哋 Facebook link 就 already remember 啦，shortcut 就接 remember 啦。OK。換你咁白刀，所以白刀我嗱講，我看到人咯，就係講，我直頭 enjoy 仔咧。I 看我人咁 notification。這邊叫 Clubhouse， 你同啲對人咯呐，對咪個。你要對話了。你使 follow 你使 follow 別人咯 ，follow 成個博金啲。是姐姐阿龍是只差咯，只是寄來一啲都看大啲人們，了對一時我係咪 room 時就同啲咯，你出隻 notification 講 OK 開隻房啊，咱講呢，個白刀關事咧就在咧啦，你就識啊，你 follow 佢哋人啦，你看到 notification 但係你 follow 情歸人嘅點先，話你 notification stop 嘅，頭先都用啦，所以又見到誒你識啊。了等陣我普羅對嚟啊，等到啲吉隆坡對嚟，等去吹 Rosely 數，吹阿里巴巴對嚟啊，了吉隆坡咧，吉隆坡咯，拉薩到啲吉隆坡人，攏拉薩掉喺你便利店誒南邊 convenience store， 哇，咪冇上嘅咧，嗰邊嚟。我是唔正一邊嘅人做啦，但是我大概做冇咪方便咯。你吉隆坡是唔是有家己嘅就係咩 K 咩啊？有一間叫做 KNN。K 嘟乜是就唔是咁正嘅哦。是啦，好啦，古嘛，係咪？
8 pagi 嘅時咪8 morning 我未記啊，我嗰日經อันนั้น local 嘅咪啊。哦。The Luma 係咪咧 The Lima ？The Lima 本是14點鐘嘅啦。冇啦，本來是冇。你佢有12點嘅。啊，我12點。我就你企對乜？你企對乜時就14點鐘嘅啦。你講便利店係，你是上到就是14點鐘嘅嚇。但是講冇14點鐘，未使算便利店嘅條，冇搞便利數。人幫咪殺雞俾佢買皮囊嘅陣時，俾鏡喺度裏邊俾。你冇搞便利，真係未使便利店。俾超玲瓏嘅時候俾學生嘅。呀，呢條超玲瓏，掉啊，情學生。誒，你講㗎啦，人嘅超玲瓏㗎啦，頭一擺買，我是第7件為買，唔是啊？哦，係人頭一擺買 condom 是大買。你話未記啦，人頭一擺買點先啦？人當今即10幾歲年歲嘅人啊，冇個。人頭一買是馬路正有人講起哇 condom，人是頭一 almost like first batch or second batch 嘅人嚟咗，所以人會歹勢咗。當今佢買是真破湯嘅數呢。我們唔是咯，佢真係買是一邊啊。condom 邊啊，就是被紅油嘅啊，都幾你定俾紅油，你唔知你定香 condom 啊？好啦，一算時候點先？一算嘅基本是你嘅時候，一個電電拿裏邊啊嘛。我上一次唔係俾佢 condom， 我唔係俾佢 condom， 你好 condom 就快很 free。呀。對啊，我咪試人去買，去嘅桑拿人學路 free 啊！邊正要行路嘅時，要出嚟哇！嚇，你叫得嘅？食半碗嘅。我自己參加 event 咯，佢參加 event 有咩 parade 啊，呢個上嘅咯，啲上路嘅，上路有人未必揼你用一個呢。就俾啦阿婆嘛。對，所以到底人。特別，人 before 人講啊，即個便利店嘅事，個 in between 到啲菜店啊，加但便利店較新款嘅菜店啊，係中間個一種個啦，mini market 咯嚇，邊啲99咯，99是 mini market，特別99邊啲冇嘛？99係咩？99係咩？我冇聽過。便利店都是 mini market 咯，唔是咩？便利店就是 mini market。mini market 冇開14點鐘嘅。mini market 冇開14點鐘嘅。mini market 是自家 family business 嘅。mini market 是有講嘅 modern 嘅菜單碼嚟嘅。啊，對，所以差唔多 slight overlap 咁。我咪就邊啲 proud of 邊啲嘅你叫咩水花是 mini market 咪即係 start 嘅點先啊？真早 before 佢大間嘅事啊，大間嘅事嚇。一叫做 Ray-Fi 點先啊？一是 mini market 嚟。W 我在 mini market 個唔會想啊咯。我喺 mini market 嗬，我想 mini market 是上個一免講有 aircon 嘅，伊是較新款嘅菜店啊，伊賣物件，伊無賣迄個玻璃門嘅對，玻璃門嘅嘛。啊，有咧玻璃門，有咧無，我講 mini market， 有咧是開 shutter 嘅。我係講講講誒。到底講喺迄個 Southern Bank 嘅邊有一間 mini market， 伊無愛講咧，特別伊個店咧是上個當今嘅迄個 set 對來對咧，伊只 R 那款擺水，所以無想講咧菜店媽是種 head 嘅物件啊，然後伊較零裡擺物件上淡薄，上個 supermarket 嘅 R 那款擺水水嘅咯，特別伊無愛講咧，真型呀！古早菜店媽是大力驚型嘅，當然是 scan barcode 嘅。冇啦 ，mini market 本是大力驚興本嘅。對 ，mini market 是大力驚，是講要 cash register，滴，有人係 7-11，你切驚冇，你事件點先啊？對，嗰陣時去 mini market 嘅。mini market 你是實較新款，特別伊賣物啊較無呢濟，你袂使特項物件，伊較濟無賣呢錢嘅物件。無賣地下機嘅，無賣地下機嘅，無賣地下機嘅。我一個問題，我特別一個 question 俾問。我冇聽到你人講，我人 Canada 我人都叫 corner store， 我阿個我人嘅 corner store 就是成個 mini market 啦，對。啊 ，because
corner store 是無白頭嘅，伊是 usually 是 mom and pop 嘅聲，你做細生意嘅人聲後點講，所以我阿甲 Canada 嘅 corner store 都是 Malaysia 嘅 mini market 啦，有冇？有菜店啊，伊愛食菜店啊 ，OK。古早嘅菜店啊啦，有賣淡薄菜，食到有淡薄。bawang啦，呢物件。攏講嘅 mini market 賣物件咧 ，mini market 你是買無迄個啊，成個大粒長頭件，可能買無嘅。特別你會使買到糖啦、鹽啦，你會使買到啊，較chewing gum 啊，餅啊，那物件。錢河路嘅，對。菜單媽是錢河路嘅，一白嘅，一包對，伊糖你唔是成日講哎呀糖我愛2 kg 嘅無嘅，你意思叫你去夾2 kg 嘅 bag 嘅。啊，成對，呢邊真係奇怪，我人係 pharmacy 啊，我嚟 pharmacy 冇賣菜嘅。對。啊，茶包落地，茶包落地。冇上冇應該是冇被茶包上落地包，係咁啊，冇被茶包落地，菜店啊有在哦，菜店啊有茶包落地，有，我會記你啥物事哦？你去買時，伊有無上嘅 bag 甲你包，伊無互你啥？夾掉，安尼看，伊有包起來一下呢。你我捌看過，我會記，我一到去時，我會小學位後，我一出來，我會等我爸位後，我是到底一前手，特別伊前手是毋是 belong to 伊菜店仔嘅人嘅。所以我特別去伊店咧，我是去買咧，唔知2包3包咧飛機嘅餅，然後去當兵嘅坐，等我爸來載我咧，你我看到我先生一到來時，伊會買。後尾棉花嚇咧就去夾去，然後去夾咧時你個 text 咧，一個夾是左介包起來一個可以。你人就奇怪。伊袂酸啦，你講伊是袂。伊唔是酸，特別細包咯，伊無大包，伊唔是講一包啦，特別伊是細包。伊是普通嘅白頭嘅時。伊開你大壓咧夾一個 text 咧。無，伊是特別伊 bag， 伊唔是one。一大 bag maybe 一包內面有6粒嘅，你看啊，即係哦，較細 bag， 嚇，特別伊是細包嘅，寫例如記未怪啦，入絲咧，12咧，然後平地啊，嚇，你叫棉花啦，你叫棉花，佢俾棉花。佢早買棉花是第一包嘅，因為別使互人看嘅，and then 伊都是係包布抓起來，and then 係攞嘅，冇是夾黑色嘅攞剪入去。嚇，對我真奇怪啦，because 呢是隻正常嘅物件就是，咱去做嗰隻歹勢嘅啊。是啊。because 是隻正常嘅物件。就是咯。佢早冇上啦，佢早那成講講查某物件歹勢。是咱家己害到家己呢。無啦，咱講咪講到月經嚟講嚇，你有啲人成日講，哎呀，我唔知係咪月經嘅，驚問媽咪係咪是月經嚇？咧佢俾佢 explain 咧，所以知道咪講。介紹月經特別應該成日介紹老細嗰款上物件，冇係人嘅身軀發生嘅物件嚟嘛。是當見冇上啊！你講老細咪就真唔對物件，咧放出來咧就最主要物件。咱月經咪月經是查某一個一來一打硬嘅。咱就無人講，咱我有人講誒，等到 Asian 嘅啦是 sweep under the rug 誒，一頭唔使講咩梅咧，咪梅咧一做咩鬼嚇？你是見哪人？你見哪人咩梅咧啫？uncle 叫來拉衫，嚇來拉衫。我唔要緊，我第歹勢就是啲你80萬人買地殼，because 啊，伊個你個驚講你夾起來時，人個看你卡嘴唔知會接未？我個未歹勢，阿什拉沙。小蛇啊，一條小蛇情味咯。一直大家講下，冇啦，即係大好，但係你都冇卡吹，一直講。卡吹 BB 啦，卡吹 BB 面情咧大好嘅。情咗你領未邊諗？哎呦，我係你情嘅啊，什啦沙你領兩小，你領小蛇粒，驚佢蛇掉。你是 C 啦，你都有 C， 你是 A minus。好笑咯！哎啊！我就講我一驚，有一地殼啊，今日你多，mini market
mini market 有被 recycle 抓誒，唔是啊抓誒 what reuse，不，I mean， one use disposable single use disposable，唔是 recycle，伊是抓誒，啊，誒有嚟人會穿，我是袂咯，我捌穿過一道 ，OK 啦，我冇 comfortable 咯，I mean maybe 新嘅 OK 啦，嚇，伊淡薄，你係成個。行路時，啲國家是方便咯。我成日行路時，我成日會聽到你抓嘅聲咧，可能。我未食，我成日卡住坑架仔。啊，有人架仔。你卡住坑就被不吉。即刻被不吉，我都行路時那聲。卡住坑嘅。你話咁做咩？我是 feel 到，我把情一道。有影誒。我咪直接到時到啲飛機，我到啲飛機會 check，I mean 我 travel 時，了我當時講較方便，你前日時垃圾嗰時你趁換咯，到啲飛機會，頂到我冇喺 business class 嘛，頂到冇得少，所以特別請做business做 business class 嘛，做係地殼。個驚破去。我一頭去嚟bathroom，解夾我去夾我誒 hand luggage 誒地殼，一頭開換，嚇夾到飛機位。誒，我上一次有過。5條我冇穿。誒，我上一次有過啊！我係叫我係燒一雙嘅，可能唔知幾條五條一雙嘅，可能6條一雙唔知。我上一次有過樓頂嗰時，我除掉嘅時候翕相影可能看。我深刻燒起來，唔知做咩事，就對我面上卡去。Anyway，咱講落句啊 ，OK，就冇聽。咱講今年啥物 unique 物件啊？到底邊樣嘅我看小金虎開一賣。哈，對，我俾個人講 ，actually，after 這個 MCO lockdown 哦，有真濟物件無上。頭一條我看到嘅是，就是這個 convenience store 呢，無特特間會開24點鐘，因為樣無夠人手。我無 staff，我無人手。So嚇，有嘅呢是12點就冚咧，有嘅開到12點咧。哦，當今少啊未？係71啲。哦，嚇，特別7應該是有開14點啫，伊still是開14個啦，7。冇你講冇人應該有冇夠人去 rotate。哦，所以有7本冇開14點鐘，本來有嚟咯。本來頂。有嘅冇開嚇，有嘅有開呢。因為咯，誒，注意下。即是默默跨 area 嚟，我有冇見？跨 area 啦，唔見。哦，because 行政無好。แล้ว另外一種嘅店新開真濟呢是，會使講算種是新款嘅 mini market，伊有賣菜，特別伊不有賣罐頭物件，係咪咁樣嘅？哦，變咗而家只莫新款嘅菜店買嘢咯。伊是正嘅新嘅，差唔多啊，很。所以伊嘅 size 是上加，特別伊一隻新款呢。所以是上加淡薄卡，想 cut down 了誒 supermarket 呢。佢就是伊是上加講伊有賣菜賣罐頭，特別本地伊賣貨啥物貨咧，佢就是隻鳥。隻鳥，所以隻物件啦，賣隻物件，隻料。食料對，袂食物件對。哦，所以以前成個 supermarket 特別是細間嘅，所以變做 mini supermarket 嚟嘅。嚇，แล้ว尤其是賣真濟種 frozen 嘅物件。哦，呢個 size 嚟咯，呢 size 就大。唔是喎，伊唔是 ready food，伊是raw 嘅 food，特別 frozen 成個frozen 嘅魚啊 ，frozen 嘅包啊，哦，自己吹嘅，可能哦，有可能是就一人無就是死掉頭路啊，工廠無通做工，咱自己走出來做生意件啊，啲樣嘅你冇有可能性啊，當然比較特別話稍方便，你免掉啲去 supermarket 咯，你係賣隻鳥，你係賣淡薄罐頭啊，是咩啊？แล้ว伊賣物件是隻 focus 啦，佢就是隻物件，伊無成個講，伊無賣種棉花咪無賣。哦，查某路地本冇。哦，伊是成個細間誒 grocery store 款咯。對，嚇。你是正嘅 mini mart，你是正嘅 mini mart。嗯，誒，你講這是你，有當今有真濟啊，哦，真濟，唔是講成個規一間嘅，可能你看到是有一隻 trend 啦，係興嘅，可能店啦。嚇。
哦，你叫咩名咧？你有写你记？伊有是啥一大公司名，还是家己出来当开的？一定是大公司。槟榔都是区有一间安尼店咩？哈。其實我這邊有一間，特別我袂記啥物名。你是到啲，你大班班80，你做到。伊本有開真濟，我大班80，特別伊有開，伊有真濟間嘅。我知，是唔是？人是711，伊是811嘅哦。我捌看過一間是安尼款咯，伊是811。哦。แล้ว我甲我試講，我甲我爹講，我講伊 spell 唔對，人是711。我爹講伊就是調啲啊嘛。係啦，即係。伊愛對，特別伊袂使對嘅，所以伊叫對。即係興嘅嘛，你寫就係搞嘅。我想講伊 spell 唔對。我想到啲。我覺得伊名叫做 Sugo Village。I think 這是淡薄成啊，特別 I think 我係使物件無辦基本咯。伊有較貴淡薄啦，伊是方便咯。所以有當時你買條地氣啦，再一買條地氣即 Aeon 啊，是幾多咯？所以你使一頭佢邊買到嘅物件，可能隻物件。對。good idea。就我這邊一間吼，伊青嘅基本有本。哇，好食咯，喎！未菜本啊，你講 fresh 嘅菜，青嘅菜咩？有，特別是講，特別伊是成個 supermarket 那款啊，你一擺起來係到啲程度，佢伊唔是成個講，你好多剁咗入邊啦，係啦，因為啲 pre-butcher 了物件㗎啦，白雪水啊，我啦晒，成個叮當嘅 cold storage 那款啊，特別 cold storage 是算咗隻 supermarket grocery 啦。個 storage 是到啲佢哋 FEMA 嘅啊 ，FEMA 佢啲來回 FEMA 到底是叫咩？到底是叫 FEMA？當今是 Giant 嚟。Giant supermarket 而家變咗。OK。這邊迄個便利店啦，真濟人啊，大邊買迄個看車食了未困嘅，你叫安怎咩啊？ caffeine drink, energy drink. Red Bull, Red Bull. Red Bull, ang kwan ni mikia. Anggu. Livita. 只ang kwan ni brand ni ma. Livita. 只人去，伊人呀，買只就是安尼分機啦，分機甲迄個物件。咁只人去哦。買ang kwan ni mikia. 嗰啲滴嘅咧，成個咩 donut 那款嘅物件，是啲 Twinkies 咧。對，Twinkies 對 ，Twinkies。alcohol 咪買 beer 咪咯嚇，對。我想買，你睇 OK。我諗這邊是買袂着啦。我可能是袂使買酒嘅啦，嗰邊。袂使，我諗買酒就買去酒店，去 liquor store，還是去 beer store 啊？嗰啲是 government control 嘅。這邊嗰啲是 government 嘅。係，我唔知。Malaysia 7-11客股嘅時候，如果係俾下你 vodka mix 嘅。vodka 參 orange juice 啊，俾 mix drinks 啊，你俾就 from 7-11。當佢冇咧。Canada 都就去酒店嘅俾。我諗 government control 嚟個。嗰啲是 government control 嘅。แล้ว你冇 ID 個別攤俾。我嚟看你去寫，伊冇。一卡你是你個真歡喜啊！一卡你是你個真歡喜。哎呦，咁寫你看我哋知。我本來嘅卡。我阿 John 啊，Amazon Go 啊 ，actually 是 convenience store 嚟嘅，但係啷真冇嘅。Amazon Go 就真係講下。你是講接起啊？接起啊！你自己夾，自己 scan。對。有時其實呢個。我想講唔使 scan 嘅，我想講伊有 geo positioning，你叫俾物件，你夾走呢，伊就 charge。對。你唔知是你 hedge back 嘅時候，你夾，你 back 伊嗱charge automatically 用咗 Amazon account。你自己夾 back。我唔捌用，我唔捌去過，唔捌 try 過嚇。方便乜啊？諗住並冇。London 有啊，要嘅。你先款才得。London 有可能 London 有啦，我在會有路嘅冇。你面上我係特別覺得話對變咗先款才點啊啦，人哋諗咁時講係便利店啊，能夠講冇像嘅即係 evolution of
The stream's current bit rate is higher than the recommended bit rate. 我記得就係嗰啲，依 stream 唔啦。我講我都在大笑啦，所以我想 distracted 吧，你發你 topic 有我就講白嘢。依我會講咩我未記啊。我諗講就把你唔是緊啊convenience store topic 呢，所以我成講到啲。OK， 是但啦。咁注意啊！注意嗰個 last chance 後人嘅波槍，冇講到話人便利店，還是菜店啊，還是 mini market， 還是即係係咪 village？ 我會使講一件會使講。OK， 原來講是便利店，愛入4點鐘哦。免啦，講嘛嚇，入4點鐘。入4點鐘，特別唔是便利店嘅喎，伊是 super center 嘅喎。係你嚇，係你冇，係你冇咯，係你 concept 個冇成啊，伊咁是成個講人菜店嘛。伊是普通嘅店，特別開入4點鐘對。伊是普通嘅 grocery store 嘛，成講伊咧 Walmart neighborhood store 啊，咱咪講係 super center 啦，但是講係 Walmart 嘅 neighborhood supermarket 嘅嚇，伊對開入4點鐘嘅。แล้วลูกไอคีแต่อีตัวโบ convenient because ว่าตัวเบขี่ก็อันในตัวเก่งแล้วก็เบไปตุย so to me convenience store is jeep ชุด快เนี่ยเดี๋ยว我哋這邊係咧金邦位咧 especially 我同意對大 Walmart 嘅headquarter 喺這邊位真正 convenient 嘅我明白對嘅你 self check up 有特別伊是較大間無好一項嘅我媽無好一項件事啊，因為你阿拉根索呢咧，伊唔嘢個啦是無咪好亂下。是，我是感覺到咧，根索是真正好嘅。便利店咧是伊個店，你就入去，你會看到個了佢間店嘅，所以你要行，你要買蝦米物件，你行隻手隻刷落對買到個了物件，了隻out就出了，你就是為啥較成個咱破開入4點鐘嘅後，你嗰度行，加去後尾嘅故咧。對我嚟講啊，你若是叫我行過5里抓咧，就是唔是 convenient 啦 ，convenient 就是想3-4抓，你會看到幾間店安關下。That is convenient。我未看下你Sugo Village，我未去看Sugo Village， 聽起來成啊，唔是 logo，Sugo Village， 但係小金湖個人講嘅，哇，嗱，人看啲 website 哦 ，limited time offer 係咪？等人節，等我看，特給你驚喜，即係 scroll 起那塊，限時特價什麼意思 ？Limited time offer， OK， 那買豆腐，個有買落地 frozen food，OK， 免費雞蛋。哇！免費子彈個 dragon fruit， 貴佬加是一粒。貴佬minimum spend of 50 ringgit 啦，乖開個10個口。未歹嗬，這是I think這是做何，你知這 concept 啊，我想到有當時啥物，你知有當時人去。到啲 condominium 啊，你可能有也好，然後你嘅 condominium 嘅 building 樓下有也，要開一間咧較細間嘅 grocery store，你可能 concept 啊，就是，所以變咗到啲 neighborhood 有啊，你愛去免掉啲講一道去，你會使行落來樓下對買掉，還是你行去隔幾條路，還是即 motorbike 咧，即一份證咧過去買你免接店上前面肯去買咯。To be 本嚟 concept， 我覺得我味道比我啱得做物件較香。做一間pot pie 定，我味道較香。OK， 感謝這禮拜啦，講個一邊先了，希望你人若是所在嗰邊若是有，無相款嘅情況才條碼呢。我是要請下你阿玲嘅記起來講嘅，是講因為啱啱就是困嘅，一間。10點半困嘅，然後不知講過啦嚇，感謝大
特別嘅邊個尋日新招阿里巴巴起來尋日人講我到啲 clubhouse 咯，嗱是唔知對阿里巴巴是特別好交代就 OK， 到啲 clubhouse 邊嘅，然後嗱是諗唔到 clubhouse 嘅，嗱係到啲 clubhouse 嚟見面，咁我見面到大禮拜官嚟開官嚟辦嘅，咁有到啲Google Meet 嚟感謝大家 Google Meet 嘅朋友，禮拜再見，再見，再見，嗰次特別嘅拜。